我甲你讲吼，你转去甲恁老员话讲爱留一个时间，互伊考虑。等下若考虑好势，再回复恁的消息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你唔通互阮老爷失望呢。啊，无我先转来吼，等候你有好消息安尼。我有代志我先去陪。嘿，我大姐。哦，这阵有够现实的啦。即马咱阮阿兄吼是安尼哦，武林高手哦，就随要来聘请你去做总镖头。迄本讲嘛安尼，生意较紧来。即马阿兄哦，知名度有介啊，伊毋较紧来请，再叫别人请去免咯。哟，啊，话拢恁即家伙仔咧讲呢。两位姑娘啊，唔通袂记真呢。恁阿兄今日会当安尼吼，拢是阮第一的哦。唔是啦，恁安尼回来回去，我嘛是还阁三无咧。因为安怎，伊即摆擂台也无拍，啊擂台若无拍吼，就无法度通招亲啊，对无？安尼因迄个小姐我都带袂着啊。主人啊，你敢若烦恼迄个亲近小姐的代志，你的亲顺吼，阮会替你烦恼啦。我甲你讲啦，因即嘛知影你功夫好，无人拍会赢你啊，对毋对？对。早底伊就请你去做总镖头。既然伊甲用这位遮大位要互你坐，你就去甲坐，先甲坐哦，在，然后恁师个才传两步仔互你，甲变互伊去亲笑啊亲笑，会晓袂？搁共变哦。安尼唔好啦。哎呦，三八阿兄，那会唔好咧？但迄种哦，看人无目的的人吼，免去伤班义。对，阿兄，你去哦，唔通放伤软咧，啊无吼，伊想讲咱厝诶无够人吼，以后吼，阮就无好日子通过。放心啦，我已经替恁阿兄算命算好势啊啦，以后命会做好诶。啊，若恁即家伙啊，嘛有好日子通过，嘛无人敢看恁无目的。对，阿兄绝对袂伤软，阿兄绝对种硬。咩啊？明你帮我看看，你是要对啦？我要来阿哥遐面啦，你后司机哦，无人拍会赢伊，万一若找我，讲叫我一定要嫁伊做某，我就害啊，我要来走。哦，你是假的哦，我甲你无共款，我要来找伊。你要找伊创啥？伊的武功吼非常的厉害，我要拜伊为师。拜托的吼，咱若爹家己咧开武馆，你要去拜人为师，你是要互人笑死哦？你嘛袂使安尼讲啦。如果我若是学业成功啊，大家拢尊敬我，大家拢甲学落呢，哪有说唔对？我看你是想要学武功学到起空啊啦！我要插，我要来走。袂使。不管安怎，你若要走吼，你等阿爹转来才走。阿爹。恁两个是咧创啥啦？阿妹哦，算唔知帮我看看哦，讲要离开咱的厝里啦。我要来阿哥遐味啊。你唔免去味啦，后时机的功夫遐尼好哦，即摆老人话哦，要请伊做总镖头啦。伊若总镖头做落，伊就袂来为难你啦。万一伊讲伊是擂台主，硬要娶我做某，我要安怎？这你免烦恼啦。啊，爹才来甲老文话讲，叫伊甲后时机讲，这位比武招亲的代志啊，叫伊放袂去啊。啊，你唔着放心啊。我是袂放心，我家己来甲老员话讲。唔免啦，有啥物代志阿爹负责。阿爹。姐。哎呀，恁家己一个当要这样翘脚，手甲这样歹听的歌，搁结果这个这样可怜的面。我生前嘛可怜，小妹你也是我歹啊！我即摆是后司机手中的败将呢，这个代表讲阿庆甲我已经无希望啊啦。我以后看要娶某，我嘛免娶啦，一点仔嘛无希望啊。那会娶某免娶，这是安怎讲？哎呦，是啥物人要嫁我？你想我卖啦！但即摆后司机功夫遮尔好啦，对无？但一寡美人，大家拢平安伫迄边过啦。这经过我无希望。阿兄，你是毋通甲阿庆估计甲遐尔低呢？人即摆阿庆吼，为了不爱互后司机，搁来找伊的麻烦吼。你敢知伊安怎想？人已经吼包袱啊款款的要离家出走了。处处当钱啦！呀！你看，想会较有阿庆对我遮尔痴情。搁倒你才知？你吼应该感觉足知足的呀。对，小妹，安尼这是表示我还有淡薄仔希望。这敢若淡薄啊，有足大的希望哦。是啊。我恁两个陪啊咧起楚楚，什么代志遐尔欢喜啊？阿爹，我是咧甲阿兄吼讨论讲以后后司机拍败的代志啦。男子汉大丈夫啊，为着小可代志，你无听人讲，失败乃是成功之本。这小可代志尔嘛，就遐尔啊实际，爱较坚强咧，有听无？
好，阿爹，我从今以后，我要好好坚强起来。对啦，少爷，等你慢慢遐尔啊实钱。我跟你讲啦，老爷即摆吼有去要求迄个侯大侠啊，要来咱府内吼做总镖司呢。而且啊，老爷目的吼，就是讲吼，看迄个侯大侠吼，我都教你的功夫无，互你安尼以后像侯大侠安尼吼，遐尔出名呢。哦，要请伊来做总镖司。是啊，要请一个元首来咱厝内做总镖司哦。好，阿爹，安尼以后我这股面是要徛在倒呀啦。哎呦，阿兄，啊，咱大丈夫吼，爱提起都爱放下落，啊，应该软的时阵吼，啊，都爱较吞软的啦。你讲较简单，你袂食落放袂出来啦，提起放下落。夫人大家，侯大家驾到。侯大侠，讲好大家驾到，放请大家。大家，不要紧无？你想要紧无？请侯大家行好啦。就做。请问大家有何贵处？阮大侠再三的考虑的结果，决定要来恁兜做总镖头啊！哦。